因为我觉得绿色媒体就一直在抹黑韩国瑜，很不公平。那韩国瑜的个性跟我很像，都是清廉、正派、认真、亲民。我是希望好人出头天，好人不能被这些绿色媒体一直抹黑，这样台湾永远不会进步，下一代永远不会幸福。所以我们勇敢的站出来，我们希望说号召更多的正义人士，大家一起来，然后呢，来把这个蔡英文这些人把他拉下来。你看嘛，蔡英文用什么样的人啊？你这个选新北市长落选的苏贞昌去当行政院长，选高雄市长落选的陈其迈去当行政院副院长，选高雄那个台中市那个林佳龙落选人可以去当交通部长啊？你民进党都没有人才了吗？啊，所以我认为说，我们应该换人做做看，对不对？有一些韩文都非常的忧心，就是电视报道韩国瑜的民调有下降。那韩国瑜的民调下降呢，是因为呢，说实在的，民进党用很多的手段抹红抹黑，然后甚至一些俄语的出来，让韩国瑜的民调呢有下降。那在我们台南，大家看到了，今天大家的热情都燃起来了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他们担心说这样的俄语再继续在我们台南传下去的话，那会影响韩国瑜的选情，因为有一些这些乡下的阿公阿嬷或者是老人家，他不知道说这些俄语是真或是假，所以说呢，今天呢，韩粉走出来了，就是到了在各地区，甚至于到各邻，然后呢去一一拜访，去一一解释，告诉他韩国瑜的理念。韩国瑜是一个庶民总统，是为了我们台湾未来，我们的年轻人，我们的老人家。那我们的年轻人该有怎么样的有工作？我们的老人家未来该怎么样过一个安养的生活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今天呢，韩粉一一走出来了，热情也都出来了。